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翁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收看天天就开心。各位朋友，今日要跟恁讲的就是讲吼，救护车。我进前一几下发生的代志啊，一台救护车啊，驶袂行，是安尼驶袂行。嘿啊，头前有一台车，迄台车是一个奥利站开的。哦，搁驶牛啊！啊，吉普啊呢？啊，这到底是要安怎？哎呦，迄位上有讲啦。哦。第一点啦，伊动听啦，无听着啦。动听。第二点吼，伊无听哦。嘿啊，第二点吼，伊有听着，但是伊唔敢冲头前啦。啊，是啊。因为红灯啦。嘿啦，你若冲红灯，人会甲开单啦。哦，伊算守法就对啦，袂用去闯红灯安尼啦。啊，这立小应该奥利上就立小啊。所以无到奥利上就无坏安尼。奥利上观念就像你即摆想安尼啦。其实不要紧，你若万一哦，交通伫啊，伊袂甲你开单。因为你要让迄个救护车过嘛。啊，万一若是迄种机甲你翕着的，你听我申诉钱会退用你。啊嘛有真侪翕相机拢歹较济。你拢免申诉问题啊。我嘛捌拄过甲迄救护车当做前导车。哦，因为救护车是毋是伊会当卖插红灯一直行？对啊对啊，车对开咧后壁嘛对伊行。但是你若我咧翕相的，你赶快会叫翕着。我有朋友安尼呢。你是往里有呀？我不好意思讲出来。哥哥，你应该吧？我唔捌。你应该很熟吧？不熟诶。啊，真的不熟。真的不熟。要过你现场无？啊，哥哥，你捌拄过这种的情形无啦？有啦，我是捌看啦。哦，唔是我啦。唔是你哦。不是你哦。大家拢伫看我啊。你也是上济啊，你上红的。迄当初我是捌看一台车，啊对伫迄救迄个前导车。啊伊我搁要甲师妹甲问啊，伊讲足样的啦。足样。哦，有够样的啦。敢若大官呢？敢若大官有前导车伫哦伊啊对伫后壁。人迄有分析啊。你若迄无伊，你对后边哪有样？袂啦，伊也唔救护车，伊是迄个高速公路迄个的前。有顺路车。哦，敢若迄句咧。哦，伊直直去，啊伊讲，阮那边讲，哦足样的，我看伊安尼，我嘛对后壁。你怎么个讲你无？干嘛囡仔大事？讲到拄则你上安尼砸着迄个救护车吼，佮较真正是一个少年呢，而且呢，哦，佮足无礼貌，佮比中指。哎呦，会摸啦！哎，听讲啊，迄个有躁郁症。啊，躁郁症哦。啊，伊是怎？因为听到迄个救护车的声音伤差，怎躁郁症压起来？无啦，最后若有躁郁症哦，迄敢若不定时炸弹。对啦，因厝的人绝对是卖互出来上好。卖会开车哦，哎呦，万你若生气，开车去弄表，是啊，哦，这。无要紧啦，即马吼有即种的医治躁郁症甲忧郁症的好办法。是，什么办法？就是来欣赏咱趣味佮轻松的调调。哎，是啊。你即摆讲啥？这边的开发案若是成立，对方有70%的股份，啊，咱就干剩30%，而且经营权阁是因的，对，你甲试看卖，咱3:7，大家37分。是讲对方伊开即个条件吼，30%，我感觉即个股份上过少啦，我无答应。毋是安尼啦，啦，连迄经营权拢因的，啊，借问的吼，咱是要做啥？你甲我讲。啊，毋较简单，咱做变头家啊，逐个月负责收钱啊。逐个月负责收钱，啊，若较输了钱咧。了钱哦，了钱因负责，甲咱无关系啊。啊，若即款的条件，我真正还佫考虑咧。哎呦，毋免考虑啊啦，世间无遮尔好康的代志啦，这真正大好康，一空掠三尾咧。你甲是看卖，开发紧因出，啊，咱毋免出半仙诶，遮好康的代志要去倒找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感觉讲，咱即个民事是咱逐个安尼辛辛苦苦所经营起来，啊，即马要换做别人来做，我安尼哦感觉唔甘咧。
伊若遮尔有心哦，就是要做啥物咧？民宿度假中心哦，去别位做啊！我规定哦，这边的开发案我是无同意。哦，姊啊，你慢慢老古板，人即摆企业的经营拢大食细，咱迄对时代对潮流，但费事咱也无食亏，还咧计较啥啦？这民宿是咱安尼辛辛苦苦经营起来，豆豆啊经营是咱的心血呢。啊是安怎经营啊好势好势，都要换别人来经营。哎呦，姊啊，这都甲你讲，这无共款啦。人咧大公司咧经营吼，本钱较粗啊，较会加投资，到时吼总较请赢咧。啊，咱店面都来拍关起，咱嘛拢照民主啊，对无？种钱啊，你敢有啥物意见？我的意见是简单啦，因为吼我有年纪啊，我甲这间民宿我当做老人年金啊。啊，若确实讲有人要趁钱，互咱开，当然足欢喜的。是到时阵趁无钱，搁了钱，关当阵看要安怎？那这哦，这做你放心啦，迄合约书写得清清楚楚，伊唔敢后壁来啦。若徛在我的立场上吼，我是无同意啦。啊，恁要安怎做决定哦，这是恁的代志。好，我先去走。会长，会长，啊你无同啊，你无同意啊，袂要紧啦。到时大家拢同意啊，处理一个吼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你后咱无批条啦。姑娘，嘿啊，我安尼先想就想袂晓呢。啊，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安怎你会同意？这，喂啦，咱好兄弟啊对吧？马子对吧？哦，你老实讲，对方是毋是互你更较好、真好、真好的条件？啊，你拢暗讲的。咱也无外人啊。好啦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对方开的条件有影袂歹啦。用到时吼，这民宿度假村啊成立吼，咱市长要互我做。无怪吼，你安尼直直吼，叫人同意即摆开发案，原来就是鸡汤拢你在啉的啦，连鸡嘛客气啦，剩一块骨头还食尔，你有够卑鄙的，你知？无啦，钱啊，总讲你要食迄个骨头嘛，算袂歹，洗洗啊对。你有讲过呢，你有会啊呢，你要这老人年金啊了，啊我还少年呢，我的路还阁真长呢，啊有当时长的为他做，我太啊你毋是定讲迄开心民宿，你就是头家啊？哎呦，开心民宿迄个小老板，迄个苏拉尔了。即摆我要做的是民宿度假中心的当属长呢，迄专门管这个民宿的呢，迄偌大来可袂清你呢。滚啊！喂，哦，无你即马是头壳小可小大，也是去互对方洗脑啊？迄对方的目的，就是爱你吼，甲逐间民宿的迄同意书拢签咧。最后伊若摕到迄同意书吼，目的达成吼，是交你咧董事长坐无3工了，就去用好落来啊啦！哈哈哈！只下我无遐戆，你想会到，我嘛想会到。我咧讲，我早就甲伊迄个合约书拢总写好啊，我唔惊伊反悔。连合约书拢写好啊？我甲你讲啦，莫怪啦，你才直直鼓吹，大家签合约啦。嘛咧啦。钱诶，你是我兄弟仔妈子的了，啊，你是我敬爱的阿姐了，对无？啊，恁嘛是爱为着我设想啊，哦，恁就甲我斗3工，迄合约书哦，你拢写，同意书拢写，啊来完成我做董事长愿望，安尼毋才对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原来吼，这对方开的条件是要下阿群哥哥做董事长，哦，这无怪啦。迄阿群哥哥吼，伊遮尔认真拍拼吼，要来说服恁遮的民宿的业主吼，赶紧签这个同意书。唉，你就知影迄个阿群的个性，伊即款好了抬头的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的生意要叫伊做，伊绝对无做啦。啊，是讲，即马李姐是安怎拍算？你是讲伊无爱答应，既然无爱答应，我嘛是无爱答应。啊，你无爱答应，佫 OK 啊。啊，若李姐无爱答应，你嘛知影迄阿群哥哥有无？迄囡仔性一点足够甲李姐愈甲伊乱。啊，时到吼，因安尼愈玩愈厉害，迄感情会拍。啊，拍歹是可以啦，我甲你讲啦，
迄李丽吼是挺性阿棍啊棍啊用吼伫咧李丽的头壳顶块顺着，我无甲你骗。所以吼，因两个吼，迄弯弯的一时仔囝就好去啊啦。所以会无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！抗议！啊抗议！抗议！姑，嗯，我哪有听人咧抗议啊？啊是你囝老咧是？阿仔，真奇怪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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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长啊，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你带遮侪头家来遮抗议，什么意思？阮咧抗议郡啊吼，出卖咱的民宿税啦，啊强夺咱的利益啦，啊所以吼，阮要叫郡啊马上是取消这个民宿税开发案的案件啦。对啦，啊取消开案，取消开案啦！哦哟，外口实在乱来吵架咧啦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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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丽丽姐，因咧抗议迄阿棍哥哥啦，讲什么民宿开发案的代志啦。头家呢哦，啊恁小弟郡啊含财团交结啦，啊出卖民宿税的利益啦，所以吼，阮马上要叫伊取消这个开发案啦。对啦，取消开发案，取消开发案。小等下啦，哈，拜托你好心好意的听我讲一下好无？我吼对这边这个民宿开发案吼，我嘛是无赞成的呢，所以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力去阻止的。对啦。啊，你莫假啊啦！财团的拢互恁弟弟做董事长，阮拢知啊啦。恁弟弟有好处，敢讲你无？那对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咱各位啊，咱拢共道的对无？你会做人，你嘛知影，伊无可能安尼做，为小弟无可能安尼做啦，无可能，恁会莫误会伊啦，安尼好无？啊，你也要叫阮莫误会伊，会使啊，对毋对？叫伊吼，马上是取消这个开发案。对啦，取消开发案啦！叫恁郡啊吼，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啦。无啦，会长，阮今仔都无伫厝诶。啊，若无伫的吼，阮就拢踮遮抗议啦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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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讲啥？有人去公司抗议，要阻止这个民宿开发案的案件哦。是啊，一寡民宿业者拢唔愿意合作啊，讲要要求取消这个开发案呐。啊，代志哪会变安尼啦？阿君哥哥，喂是你伫中协调啊，你无紧去处理。啊，这摆遮一人在抗议，我哪有法度处理啦？你即摆哪安尼讲啦？进前你毋是转现场挂保证，讲你会说服大家啊？代志有发生啊，你要紧想办法。哎呦，你若讲大家拢像阮姐啊安尼吼，我会阁好解决。我若用皮的、用铝的吼、用西奶的，我就听应付啊。问题是这个都无共款，我哪有办法啦？那安尼，你迄董事长歹做啊？做当然是有要做啦。毋过你无听人讲明火难对交群，这个代志吼真歹处理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顺大的意思吼，就会当解决啦。无咯，青啊，你是我的妈子的呢，你也甲我倒想办法解决才对。拜托啊，这有啥物办法通解决啊？陈秘书，我看这个案件吼，你也是赶紧吼，转去公司甲恁头家报告，报告讲这个案件取消，要若无法度哪化解大家意思。无咯，青啊，若取消我董事长的位，毋算老顺。你还搁你笑笑迄董事长的位哦？你唔惊迄业主来甲你抗议哦？好啊啦，恁的意思我拢知影，我会转去报告洪头家知影啦，吼。无闲的董事长，再见，不见啦。哎啦，秘书，秘书，干嘛我留咧想办法哈？免搁想啊啦，免搁想啊啦。啊，真无简单，有董事长这为他做呢。你是我兄弟，我斗想办法，安尼敢算兄弟哦哈？我甲你斗想办法。牺牲的是什么人？是别人呢。利益上大人是你呢。这款代志你做会出来，我真正唔敢。好，我真正起狗皮啦，有够自私的啦。话袂使你讲啊，一件代志要成功，一定爱两人牺牲啊。咱就安来借问。这牺牲的人是你是？无啦，我最近运气太好咧吼，我手气太顺咧吼，好运拢对我遮来，袂使牺牲我啦。好运拢为你遮来，好，无要紧，小等你就知啦。小等我就知。好，我嘛袂记甲你讲啊啦，我要等去讲这个参详啦。你讲都无效啦，敢是啥物啊？讲到这个棍哦，实在真古锥真久啊！真正拢唔知影代志要发生什么，小等你就知。救人哦！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救人哦！是啊，救人啦！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
管法会用去。我爱你哦，取消这个民俗街的开发案。对，取消开案，取消开案。等下，啊，敢无参详的议题？无，这是无，无，一定无，无。安尼好取消好啦，我答应你。啊，头拄就甲你讲促销，你就讲你这好了哦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糖糖，你今仔安尼上，谁上哪？丽丽姐，迄阿公哥哥讲敲电话转来。无咧，我自出去到这当阵也无敲电话转来啊。哎哟，这边遮侪人来抗议，啊，万一若对阿公哥哥不利，是要安怎啦？你业者吼，我其实还佫真理性咧。虽然讲吼安尼抗议，一直发甲大细声吼，不过应该佫袂去对阮群安尼起脚动手啦。我安怎？哎呦，你也小拜托好无？笑的啦，莫结到一日敢若布仔面的，哎呦，有够歹看的。布仔面就布仔面，你也是看嘛，迄肥猪排去互硬啊，莫讲布仔面遮苦过面落去哦。迄是讲哦，我太有个性，太坚强，太勇敢，才有通活较大咧。迄若换做是你哦，早就去跳淡水河啊啦。阿公哥哥，啊，听你讲话这个口气，是毋是咱这民宿开发案取消啊？哎呦，一定爱取消的啦！啊，若无你也看，敢我怎啊当遐民宿遐头家在甲放伊，无取消敢袂用的。你都唔知咧，人个头仔水水尾也垃圾鬼呢。本来我凊彩3、2句话讲的2间民宿的业者就写同意书互我，哪知影尾大家都反对，到尾啊，我当时对啊，拢说逐项拢空。有啦，酒店甲大蕊，迄就是你哦。做代志哦，安怎？我要关前顾后啦，哈。哦，这听着讲哦，啊人安尼哦，要互你做董事长尔，啊拢无要甲阮大家参详，大主大意，哦，就去鼓吹人安尼签同意书，拢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啊无过来引起公愤。哎呦，月丽啊，莫搁阿骂啦，莫搁阿骂啦，啊你两只在遐骂，咱袂记蛮少2分钟就解决啦，对无？所以吼，你吼唔甘伫迄想过来，我知啦，就像你准拄煞，吼。嘿啦，你姐煞去啊啦，啊是讲阿公哥哥，你心情吼放较轻松咧。啊吼，我感觉讲吼，以你的能力啊，啊，搁你遐样才情吼，迄要趁大钱吼，足简单咧，莫讲当市长啦，后摆吼做总裁嘛无问题哦。总裁哦，总是被裁员啊，总是被裁员啊！不是啦，是上大的总裁。上大的总裁哦，你看嘛，我就知哦，有哪是哦，糖上关心我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我孤单时哦，敢若糖哦，伊会甲我安慰，互我的心肝温暖，敢若袂是冬天里头一把火呢。讲真诶，我听到真诶不同诶变化。哦，我安尼规路伫甲你学了，你也毋捌甲我感谢一下。凊彩糖甲你学了一句呢，你就冬天里一把火。是啊，你有听过一句话无？什么？女人在身边，兄弟算什么？哎喂，喂，我们是朋友，我毋是你的女人哦。糖莫计较啦，你就知我即间心情歹哦，你无做我一工的女人就好啊啦吼，咱来去看电影、啉咖啡吼，食鸡子啦吼，食牛肉干啦，哦啉啊，搁食宵夜啦吼，啊无。我唔肯啦。我真水，这水啊水汪汪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买卖无成，邻居怨在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就讲你生意做无成，但是咱朋友怨在啊。哦，无需要拍歹朋友，无需要讲为着迄个生意啊，咱的朋友拍歹感情。对啦，讲实在吼，咱做艺人吼，出外吼去，我定定当着吼，安尼要去遐买物件，哎呦，免
免啦，潘小姐，这请你吃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去到迄搭嘛，讲哎呦免啦，啊钱要互人拢无还呢。我想要嘿啊，真正人球够好的安尼啦。拜吼，你若要去吼，你甲招者。我塞拖拉裤来。你刚才对后边你食个饱，我看到拖拉裤啊。对啊，然后讲哎呦妈妈跟你出来好好哦，对啊，那个赠送我们吃，但是也有碰到说，啊，即么比如讲3、5千块的物件，啊，咱讲哎呦头家敢袂当较减一寡，哎呦啊，你那艺人较高赚的，你妈咧外搞计。对啊，无算你较贵就是参死了。这是有两种人。嘿啊嘿啊嘿啊！哦，有一种更较食力咧。安那？阮姑啊，因捌去卖菜吼，兼卖水果，迄人有诶来吼，逐项甲你订，哎呦，柑仔订，芭乐也订，水蜜桃订一个输者，真正人甲你订，山也订，金蕉嘞。真正金蕉嘛订，什么人都有，我无骗你。我都袂订，你系啊，我拢怎乱呀？是要怎背啦？像那色胶人弄去嘛袂订啊。哦，所以讲就当什么人都有啦，什么人都有啊，无你要试食啦。所以我伫台湾我唔敢讲杀价，就是你把你只讲呢？去国外啦。哦，遐无人是巴黎嘛？你那不是讲去巴厘岛啊，是去大陆内地算讲台价就是一概就是3折，哈咯。啊，但是这爱注意一点哦，因为各国的民情无共，你讲出价吼，出较足价，人若要卖你一定要讲卖，你若不讲卖，那个他们会很生气。我也多当然哦，哎，捌有人真的那个巴厘岛的人真的有安尼啊我真的受气咧。啊，因为你著拍个上价济啦。像我去拄着，都佫无共款。我像那个我去个餐厅食，哎，看咱去遐拢食好咧啊。哎，这招待，迄招待，迄招待，招待到尾啊，哎。我只叫1000块，伊招待要到卖2000块，啊，拢会足歹势，所以无法度。啊，拜上迄间我佫唔敢去，因为你跟那红请啊。你就蛮请叫啊，叫伊2000块招待先来吼。啊，只要把人好来走。对，哎，你这主意袂歹，你即摆生气吼，啊，先甲讲头家啊，啊，你要招待先上啊，对对。啊，咱就免点啊。哎呦啊！你都免做啊，你是咧？食不完佫包倒来，中昼佫免煮。不是啊，上重要是讲吼，做生意归做生意啦，啊，但是咱要去共买卖吼，啊，原来爱较公道咧。休一个30分钟又过到咯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呢。哎，咱今日天天开心呢，要奉劝咱乡亲做生意就爱啊，义公道。袂清是雨水还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对你的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套盘。原来一切拢是我自作多情。